那鲁巴生火生好后，上师将许多长长的竹竿，上面涂上油，在火上烤完，做成非常坚毅锐利的竹子，说依照上师的言教行持，也需要这样的苦行，便将这些竹子插入那鲁巴的手指和脚趾间，他身体的所有关节都僵直了，感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上师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样就是他把一个一个的竹签都插入到他的每一个支架的这个里面，就是10个手的这个10个指模跟脚的10个指模支架里面都插进去了以后呢，然后他自己就去了，把它放在那里就走了，上师就走了，然后就过了几天以后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就又问他几天以后回来，取出那些竹子，从伤口处流出许多血和脓水。第二法尊者又做了加持后，将其带走。又那个时候也问他说，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很亲切的、很慈悲的问说疼不疼？那他也一样的，像前面一样的回答，不仅仅是疼，就相当于是变了尸体一样，就都不能动的，就是相当快要死的那种，就是痛苦到已经这样的。那又上师又给他说，那么这些就是要坚持的，就是为了求法，这些是不算什么。然后就帮他怎么说呢，加持，又帮他那个养好伤，又最后又另一个下一个故事。当然这个过程呢，就是不是说是讲到我们这个里面一样，就是马上讲完就好像就马上说了马上好了那种，不是这样，它就是养伤的这些过程很长的时间。一天第六巴尊者说，那鲁巴，现在我肚子饿了，你去讨一些吃的吧。那鲁巴到了，许多农夫正在就是农夫们那耕田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相当就是中午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就是野餐嘛，就是耕田的那个田地里面野餐，他就是刚好到了这个吃饭的时间，好，他就淘到了满满的一拖把热气腾腾的细珠，回来后供养上师。拖把是什么？嘎巴拉，我们平常这回供用的那些，所有的这些大成就者们都是用的都是这些嘎巴拉作为自己的碗这样的。那么就这里面就是直接把它那个写成拖把嘛，拖把是藏语。比如把尊者津津有味的享用着，显得十分欢喜。那鲁巴心想，我以前跟上师做了那么多的事，从未见过上师像这次这么高兴。如果现在再去讨，他就觉得上师这个吃的非常非常的美味，然后就非常开心，所以他就再去讨一点，然后就可能也许上师会更开心。他就这样想，可能是这个里面我们能够可以听得出来，过去上师是说了他到现在这个时间是已经是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他也是带着上师带着弟子去了很多地方，让他苦行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这些当中呢，当然就是那鲁巴这么的怎么说呢，依教奉行的一个弟子来说，那肯定就是对一个上师的这个从我们实践的语言来讲到，就服务的部分是肯定不少嘛。但是可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开心的样子那就是他的更希望还是一样的，他不仅不对上师不起这种烦恼心以外，他就是更有这种想法，就是得到上师更欢喜，所以呢他就想再去讨一次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美珠的话应该可能会更开心，会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又带着头发去了，那些农夫已经去干活了，剩下的细珠放在原地。所以刚刚这是在野餐的地方，
那么就细猪放在那里，那就是那些农夫呢，就是到了各自的这个田地里面嘛，然后就干活的话，那可能会比较远，然后也许可能也是有机会可以投。他想，现在我偷一点也没有事，有时拿起便逃，但那些农夫看到了，他们追赶上来逮捕他，将他打得半死，他又受了无量的痛苦，不能站起来的时候呢，只好在原地躺了几天。那么这个跟从那个楼上摔下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就是在躺了几天，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上司马上去帮他加持一下这样。然后上司也不管他，因为他就是在人家打了他也不敢站起来，不能站起来，就是躺了几天。上司又来，几天后上司又来加持，然后又带他走。那上司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差不多开始站起来的时候，他又来帮他加持一下，然后就安慰一下，就带着他走了。一日，帝罗巴尊者说：“那罗巴，我现在需要许多财物，你去偷吧。”于是他到一位富翁家去行窃，结果别人察觉后逮住了他，又将其打至死去活来。一样的就是，实际上上师不是需要这个财物，但是呢，就是让弟子要进行这些苦行。所以他要去跟人家投的话，人家发现的时候一定会打他的话，那就他又躺着几天，然后几天后上师才到。所以过去的在印度的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持明者，这些都是平常他们的生活的地方都是在斯陀林啊这些没有人的地方，独自在生活。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各种我们实践的这种金银珠宝这些，实际上来说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需要。就是如果是一个人头一样大的一个黄金，对他们来说的话，也是只是一个石头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寻求跟他们要求法的时候，就是必须得要供养黄金。那么就是很多的这种在这个法的后面，就是很多的这些普藏法或者是一些法的后面也是有说明，就是说谁什么时候从哪里得到这个法的时候，就供养了多少两的黄金，就得到了这个法等等，这些都是有记载的。所以这些都是从一个我们实践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些的大成就者嘛，根本就是不需要什么黄金跟珠宝，他们有这些黄金珠宝也是没有地方用，而且他们的平时的生活也好，在长期的在这个他们的那个一心当中来说的话，也是没有什么用到黄金珠宝这些金银珠宝的地方。但是，一旦要传法的时候，就是开口就是要什么多少的黄金，不是说就随便你就可以看你供养多少就多少，没有也可以，没有这种的。所以这一来说的话，就是也有一个法的提高法的尊重的一个珍贵性。但是最主要呢，就是弟子怎么说呢？消除自己的业障，消除自己的烦恼，消除自己的灵舍，从无始以来对这个世间的这种怎么说呢，物质的一切的这个执着，能够可以因为佛法可以再放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重点跟用意就都在这里。所以就像刚刚怎么说呢，帝罗巴尊者给让达罗巴登去做那个偷窃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说的话，那么并不是说那个怎么说呢？拿罗巴去偷到的东西，如果是真的带回来的话，他用来这个做什么？不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让拿罗巴去做这些，然后就让他做经过这些苦行。自本作灵着空着